2018年的年底，行政院来公布到2030年双语国家的政策蓝图，其中在教育方面，全面来启动各中各小的双语课程，把这个英文融入于体育、美劳等等的科目，要让学生无压力来学英语。这项的政策即摆做到什么程度了？华视新闻团队的调查，目前全台湾公立的各中各小109学年度，有超过300间的学校有双语课程，但是老师真欠，常常拢是1、2个外籍的老师，都要负责规间学校100外的学生教学的课程，尤其是偏乡的学校。毋是老师无够尔，都参家长嘛无一定支持，这拢是爱克服的难题。喜欢上英文课的人，请举手。跟外国人讲话紧张吗？不紧张。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I am Leon. I am 7 years old. I am grade 1. 学英文会难吗？不会。My name is Cooper. I am 8 years old. Grade 2. I like badminton. 2018年，行政院公布了双语国家政策蓝图，教育部也特别规划了在中小学英文课还有部分的领域要用全英文来上课。在过去，这似乎是私立学校独有，不过现在公立学校也在推动。而时间过去了，成效如何，各界都要检视。 趣味的声音、生动的表演，外师中师协同教课，暂时贵松松的私立贵族学校，是林南口的公立小学，新南国小，小学3年等你上专英文的手工加课。2.5. Yes. You got it. Nice. What's this? Okay, I'll fix this. Okay, do you like it? 这节课每一个人拢爱完成一只小风吹。 哪做哪学，唔免死背，要互因做自然的学英文。你喜欢英文吗？我喜欢。刚刚上课都听得懂吗？有一些听不懂，听不懂的时候再想一想就会听得懂。在其他地方也有上英文课吗？我妈妈是英文老师，她也会帮我上英文。我没有补习，但是我大部分上的学校都是双语的。敢跟外国人讲话吗？不敢。为什么？ 我英文讲的没有很好。Do you like English class? Yes. Why? Because English is fun. Are you ready? Yeah. Let's play the kite. Roll. 从国小3年开始，一礼拜有2节亲像这款的双语课程，因已经上1学期啊。有的学生伫家庭的支持之下，英语学甲真好；有的学生希望讲英语会当更较进步。学校讲要打造双语的环境无简单。 可是孩子出了这个学校之后，其实整个的一个英语环境其实就断层了，他可以去使用英语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就会不见了。所以如果在全民的一个共识上，是可以让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逐渐的在朝双语国家的这些的一个环境上在做前进的话，整个双语教育一定会有更大的一个成效。大部分的学校只有1个到2个外师包办全校的双语课程。 其实一个外师要分配在这么多的一个班级上，事实上它的一个结束，可能就尽量只能往高年级那边。那所以未来在我们的教师的一个培训，未来老师的一个心境，我想在这方面都应该再去做更多的一个加强。 国中嘛，当你全面改变上课的模式，这是台北市3名国中冒险王的课程。用进前模拟国际战争的精神，内底有难民和国际救援组织的议题。这样一个国际教育的课程，让我们就是可以体验或者是实际把
平常上课学的东西应用在生活里面。我觉得好处就是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英文不就是各个领域的英文单字之类的。坏处就是可能有些人会有点跟不上。As long as the light passes through it, you can see there's a light over there. There's a light over there. 不管是物理课还是生物课。I can stand and walk with my 2 legs. How about you? I can stand and walk with my 6 legs. 还是讲时事的讨论。Dear WHO, my name is Sean. I am from Taiwan. I am from Taiwan. I am from Taiwan, and not China. Not China. Not China. The COVID-19 started in China, and that's practically right next to us. 学校表示，要有这款的师资和环境，是用10年的时间打造。过去不断争取，累积资源和规划，才有这款的成果。整个大环境也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台湾的学习语文都是用大概评量考试嘛以考试的方式来学习。可是我觉得语言的学习应该从生活中来做琢磨，让资源可以共享。我知道很多的学校对于整个一个环境的一个形塑是很多的一个困难点。政府咧话讲2030双语国家政策，其实无特别指定预算。嘛无专门的团队来规划，是各部会用公务预算处理。资源的分配做有限的，采访小组追踪调查，109项年度，全台湾包括外岛22个县市，超过300间公立国中小推动双语课程，但是对比率来看，200间都是分布伫6岛，平均25间以上，高雄甚至是48间。安尼比较，南投搁咧推广。云林只有水南国中，还有水灿南国小2间学校。花莲按算是对5间增加到10间，但是师资嘛是有难度。另外，彰化嘛只有5间，就算是离资源较济湘北地区，亲像乌来、三峡、莺歌、深溪这所在嘛有偏乡的国小，要推动双语，嘛是一个足大的挑战。这是深溪国小，离偏远地区和都市交界的所在。运动场去山包围，校外无远的所在就是深溪老街。教育界形容讲，这不是山区，嘛不是都市。小学4年的学生跟你练习英语的对话。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I'd like some. 在外面敢跟外国人说话的人举手。我之前有对话，因为他们讲话都有一些习惯啊，我不懂他的那些习惯，怕听错，怕讲错。最喜欢英文课的人举手。I'm a boy. I'm 10 years old. I'm grade 4. 我也是4年级开始补习的，就原本很烂才去补的，现在就还好了，觉得很难。你知道学英文要干嘛吗？工作的时候遇到外国人可以跟他沟通，像体育啊、自然啊，都要用英文上，你喜欢吗？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学英文，你才会快乐？就是没有一些功课之类的，就比较没有压力。深溪国小是8年的学校，学生有800多人，但是当专英文上课的台湾老师，敢若只有1位。学生的背景家长的背景、家庭的背景，能够获得的资源不一样。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家长会可能很小幼稚园就开始学英文了，那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资源，所以光只是在英语学习上面就已经有非常大的落差。全英文来上课，而不是用中文讲说 "This is a book"， 这是一本书。2018年，中央政府划讲2030爱加做一个双语国家。华视新闻杂志就去各中小采访，当时各县市早就已经看到趋势，一步一步增加双语学校。但是当时嘛是有质疑的声音。很多人对英语教育的想象，并不是单纯的提升所谓的沟通能力，而是包括所谓的一个英美文化的认识跟思维。我们真的要植入所谓的英美文化吗？如果
回过头来就说，如果我们只是要把它提升沟通的能力的话，不用每个孩子不用全面性的去让每个孩子都去学所谓的双语。专家学者烦恼师资无够，学习效果、资源的分配拢无平均。对偏乡的国小来讲，学生恐惊会变成是城乡差距的牺牲品。如今当半过去啊，问题还未解决，各县市无整合好济。这部分的话，说实在的哈，因为它涉及比较广，所以比较缓慢。那除了一些县市或者是特殊的学校哈，比如说双语实验学校啦，或准实验学校啦，或都会区啊，比如说北高两市啊，那可能他们的条件会比较好，因为家长的机会点或者教育单位投入资源比较多，所以双语教育看着比较显著。那会跟投进去的经费跟政策工具有关的。那未来还有10年，今年2020年到2030年，是不是成为一个双语国家？以目前的进度是稍微落后的。啊，假如说一年进步10%，现在我们大概进步3%而已。Are you ready? Okay, ready? 政府对教育开始做，对中小学开始培育双语的能力。要20档以来，一步一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目前教育部已经争取2021年投入20亿的预算，4档培育2000位老师，挂师增加到300人。这份设计到真好的未来，就是欠缺完整的措施，爱逐项拢想甲真焦济，才会当做甲真水开。